这南投的这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行中道12点外，一台油风车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，煞来跋落山坎，包含这司机在内车顶拢总有8个人，其中呢，这66岁姓陈的游客放救出来时阵，已经无喘过心跳，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。其他7个人拢是轻伤。那观光署表示讲，伫咧查明事故原因进前，园区内面的油风车拢先暂停运作。 事故现场正乱，消防人员赶紧伫现场评估甲检伤，随将受伤的人送去病院。还有家属吗？没有。好。油园车顶8个人分别送去南投进一间病院，其中彰化县等的查甫人到院进前无性命迹象，经过病院抢救，嘛是救无倒来。他主要的伤是在头部的撕裂伤了，是推断应该是脑部的部分是主要他的致命伤。那腹部的话有一些 淤血，但是超音波看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有腹内出血的情况。油园车姓杨的司机轻伤，对事故已无回应。车到中昼12点外，南投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发生油园车落落山坎的意外，造成1死7个受伤。大概12点半的时候，游园车由服务中心往花卉中心方向行驶。那我们的游园车擦撞山壁之后滑落山谷。那车上包含司机，总共8位 乘客。园方表示，油园车好亲像先压着山壁，早落落30公尺深的山坎，确实肇事原因也有待查清楚。这台油园车出厂差不多5年，每半年会保养一届。平常时敢若负责园区内游客接驳，一天差不多走5至8桩，否认司机疲劳驾驶，会负起后续的理赔加保险责任。伤者后续的紧急救护跟这个赔偿金额保险，我们都会负责任的负责到底。 只要入园游客都有投保公共意外险。观光署讲，这个园区油园车属有观光游乐业自用车，敢会当伫园区指定的范围行驶。除了紧急启动应变机制，伫事故原因查清楚进前全面停开。事故现场已经封起来管制，会持续做相关的调查作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